今集我同大家介紹一個超療癒嘅色彩配搭，原木色加淡綠色呢兩種顏色配搭起嚟，魅力滿分。Hello， 我係 Alice， 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。你哋係咪開始想像緊原木色同淡綠色打造嘅家居會係點樣？呢組配色唔單止散發溫暖自然感，仲充滿清新活力，完美平衡空間嘅舒適度同美感。想知道點樣善用呢一組療癒嘅色彩？記得繼續睇落去啦！今次我以九龍灣泰豐實用面積300零尺嘅一房單位作設計，屋主係一對偏好舒適自然同現代風格嘅年輕夫婦。空間設計上，我哋會保留發展商原有廚廁嘅設計，然後以原木色同淡綠色作主調，打造溫暖自然嘅療癒家居。喺玄關位我設置咗全身鏡啦，連埋掛鈎，配搭半身嘅鞋櫃，有效可以減低入門口嘅壓迫感啦。另外側邊咧我就唔要傳統嘅坐凳啦，而係滿足翻戶主嘅要求，設計收納空間，可以擺長遮。櫃體以白色為主，配搭雲石紋理，用淡綠作點綴，營造輕盈感。鞋櫃底部凌空，可以擺放成日着嘅鞋。半身櫃上方做錯位置物層架連滲光，帶出層次，懸過減少空間銳利度，令視線更加柔和。吧台係分隔開廚房同埋客廳嘅位置，同時具備功能性。平時可以作為一個備餐區啦，或者係一個輕食嘅角落，例如係飲下咖啡啊，或者係響度食下早餐啊，超級方便。半身設計讓視線更開闊，提升整體空間感。圓角設計安全貼心，側邊加入開放式層架，方便收納常用嘅瓶罐，非常實用。響呢度可以一邊備餐一邊聊天互動，享受溫馨時光。吊燈以原木樹枝配搭小鳥造型，增添自然氣息。飯廳嘅餐邊櫃中空，可以擺咖啡機同埋水壺，提升便利性。餐邊櫃連結吧台，展現一體化設計。玻璃吊櫃減低視覺壓迫感，收納移動式伸縮餐台，能夠靈活調整空間運用。靠近梳化嘅台面特意跌低一級，更符合休閒擺放需求。上方吊燈隱約區分飯廳同埋客廳，同時保留開放式格局嘅順暢感。客廳梳化背嘅牆身油咗淡綠色，再配搭柔和嘅燈光，可以營造輕鬆舒適嘅氛圍。電視特色牆簡約線條設計，同暗門特色牆深度錯落，形成立體層次，豐富視覺趣味。特色牆設計延伸至鞋櫃，形成連貫嘅效果，提升空間流暢度。凌空地櫃採用石紋嘅飾面，同白金色雲石紋互相襯托，展現質感。邊角位運用原木柔化空間。睡房同樣延續原木色嘅基調，配合淡綠色同埋白色，可以展現自然清新嘅氛圍。床側設置咗梳妝台，貼合戶主嘅需求。床頭設有米白箍筍，提升舒適度。玻璃衣櫃門提升通透感。置物空間減輕櫃體壓迫感。條子配圓弧元素，提升趣味。今集就介紹嚟呢度，呢種設計風格無論係單身、情侶或者小家庭都非常適合。呢度有個設計小貼士，因為單位空間有限，運用原木色嘅時候要避免色調過深，可以加入適量白色或者你喜歡嘅淺色嚟調和視覺，平衡翻空間光感，咁就唔會顯得陰暗啦。中意呢個設計風格嘅朋友，記得要俾個 like 同埋留言話俾我知你最中意邊一 part，記得 share 同埋訂閱我嘅 channel啊！下集見，拜拜。